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1月24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原底昨暗，咱的最后一场复赛是拍算要派出王牌投手林育民来对抗日本。不过因为伫咧下晡就提早确认着进入冠军战，所以就临时要宣布要换做同款是倒手怪投手陈必清连续2天做先发上场，就是为着要将林育民留到今仔日的冠军战。现在临时换先发，咱队是受罚1999块美金，大约是台票6.5万。这间是咱台湾人32档，搁再拼入去国际比赛冠军战，全队拢拍拼要来争取公赢。第日大战赛后记者会现场气甲满满，日本媒体三遍问中华队总教练詹虎君，为什么临时决定将先发投手林育民改做陈必清？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日本武士队的总教练这边，我们有示意说我们可能会换投手，那当然也对他们造成困扰。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可以让明天比赛，那我们是有一个更精彩的一个比赛这样子。詹虎君讲，临时换投手可能会造成日本的困扰，不过是为着冠军战伫咧做准备。日本队的监督前端红河被问到这个代志时阵讲，这是 WBSC 決定的代志，無什麼關係。先発ピッチャー変わ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はね、試合前に向こうの方から、聞かされたというか、提案は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こに僕らが関わることではなく、大会側だとは思います。这场比赛咱虽然6比9輸球，不過因為美國贏委內瑞拉，所以咱提早確定會當晉級決賽。比賽後，選手因看起來心情真輕鬆。台北也是幫我加油，這也是那種感覺是哇要把你壓死哎，但我覺得還好，就是其實自己也不會緊張還是怎樣，我覺得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做好。老話一句啊，就是能夠為台灣貢獻一份心力，對我來講就已經很滿足了。一開始就是大家都不看好嘛，我們可以走到這一步，其實大家都很努力、很感動，就是希望可以感動到台灣的球迷。自一開始，大家無啥願望，到拍入去4強，怎麼個要拍冠軍賽？選手講因大家攏真努力，希望個拍一場感動的球賽創紀錄。中華隊過去在國際以及賽事最佳的成績是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的銀牌，時隔32年再次闖進一級賽事的決賽，至少是亞軍保底。24號的晚間就將和日本隊一決高下。以上是公視記者林曉慧、沈志明在東京巨蛋的採訪報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帶大家做回來讀早報，先來看自由時報。2025年世界重點運動會明年5月就要伫咧湘北地區舉辦，原底按算有上百個國家3萬個選手會來報名參加，不過統計到11月21日為止，國外敢若6600多人來報名，國內是大約有19000人要參加，佔超過70%，而且其中有58%攏是來自湘北地區，互人批評根本就是湘北運動會。再來看聯合報，捷運新北環狀線自從403大地東海一個斷站了後，按算後個月就要修復要通車。不過這段時間，這個乘客大減少，議員就發現講，明年度編列捷運的補貼預算是達到6億7800萬之懸，這個似乎對運量上過樂觀。落尾是中國時報。全台灣有84萬噸的廢棄物暫時囥咧無處理，其中伫咧南投，因為無焚化爐，囤廢棄物是佔咧甲全國總量的3成。另外，伫咧台中嘛，因為焚化爐中間對袂到糞掃增加的速度，是強要處理袂起。咱閣來關心到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分署，那像因為霸凌地署公務員行地路的事件，民進黨的立委柯淑芬就批評前勞動部長柯明春上過放任這個前北分署長謝義勇在地署悲劇來發生。柯明春是針對霸凌案來回釋的，不過伊也反擊，講認為這件代誌唔通成做政治操作的工具。勞法署北分署工作上欺負人，造成自殺案件繼續一直拖。民進黨立委林淑芬指控涉嫌欺負人的前分署長謝義勇，所以作風真壓霸，全部是予前勞動部長柯明春這人先歹去。柯明春2日深夜回擊，講一條性命消息不應該成做政治操作工具。離山參加高雄義消活動時也表示遺憾，包括我之內的相關人士，都應該要深切的來反省，接受人民的檢討，
但不是相互的攻击跟推诿。我希望让这件事情的讨论能够回归理性。无回应这个指控，柯明春急救下失礼了后，赶紧离去活动现场。真正宣布要参加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的柯明春，先是表出提拔谢依荣，一共点名是伊的靠山。林秀芬早起也搁再来严厉批评。谢依荣还是专委的时候带出门一起吃饭、喝酒、唱歌，这是家常便饭，惯成这个样子，所以难怪谢依荣到北分署的时候上行下效。那林秀芬新北市议员李友雄也公布北分署会议的记录，讲早伫去年6月就员工反映，这首长领导风格问题。谢依荣其实回讲，首长领导风格无接受批评。劳动部应该积极的去彻查，到底为什么有这种下情无法上达的形式？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署长一个人就可以只手遮天？九号入权的劳动部开始发生欺负案件，引发社会真大关心甲注意。谢依荣虽然做得停职，并且伫日回应这个欺负案件，其实互外界认为是伫推卸责任无诚意。看到这个事件争议愈来愈大，民意代表也呼吁新任的劳动部长改革这歹习惯，希望劳动部清新的办公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前劳动部长何培山因为这个霸凌案请辞落台，行政院是宣布由民进党的立委洪新汉接任，要伫咧2、5正式上任。行政院长倒应台着交代，互洪新汉3个大任务，包括就是要互这个劳工的工作环境会当较健全。不过在也是质疑洪新汉的经验不足，嘛有劳工团体批评洪新汉无适合来做劳动部长。劳动部霸凌案还未收线，致使劳动部长何培山上任半年就落台，这是历史上任期上短的劳动部长。行政院长倒应台23搁再向家属表达这不甘，嘛正式宣布由民进党立委洪新汉担任劳长，搁交付3大任务，甲遗憾化作具体行动，营造友善合理的劳动环境。真的能够健全一个友善合理的职场。让所有的劳工朋友能够在安全的环境当中为国家、为人民来效力。洪新汉嘛伫面册答问，坦白讲，即摆是劳动部真艰难的时阵，就爱互社会一旦搁信任劳动部做全国劳动主管机关，搁较爱重新依据部内党人的士气，这是袂当失败的任务。既然接落来，都会尽全力。民进党的用人逻辑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启用洪申翰担任劳动部部长，也代表民进党真的没有人了。面对立法院磨刀霍霍，洪申翰恐怕也不会有任何的蜜月期。这次霸凌的案件，他公开说他早就知道了，而且还传达给劳动部。那请问他有没有紧追不放？啊，毋过知影立委拢看衰，讲洪新汉互人叫去拍火，是临时应付。雇主协会表达强烈抗议，讲劳长变作是想官位的派任，批评洪新汉较早敢若顾争取外国籍看护工的权益，颠倒用制度霸凌有长照需求的家庭。劳电是话讲应该赶紧修正这个安全卫生法。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些失能者家庭的需要啊。我们也曾经有去拜会过他，他就撂下一句话，我都是挺义工的。若是部分区立委确定由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替补，民进党团也正肯定，讲王义川较早定列席党团会议，熟悉议事的攻防，也是一个真坚强的战力。议题的攻防上面，或者是帮执政党在这个法律的立法的相关的程序里面，我相信他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贡献。针对选罢法、在位法这时事议题，林佑昌是讲王义川会当用较白大家听有的话语，互民众了解，做出贡献。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在台协会 AIT 自从2021年开始，甲台湾的民间团体合作，来培养民众有在调去急救的能力，提升民防的能力。加强53个县市来参与，超过2000人得到急救训练的证书。越南的总统赖清德甲 AIT 处长郭立元，总是做伙去参加演练。赖清德嘛展现伊较早做医师的专业，亲身倒来目睭会大。
现场哀哀叫，场面如苍苍，新北有来23无二，拄着风台甲土石流，地势严重灾情，真侪人受伤。总路赖清德抢黄比起来，发挥医生的专长，动作适拍，用智慧大体伤患拔伤口。美国在来协会 AIT 处长郭立言嘛亲身参加。受伤的民众不少，那我看到大家都训练有素了，也就是说把伤患集中在一个地方，同时马上进行减伤分类。那个演员做得非常想中的声音，其实让我有点紧张，看到这发生的。AIT 为2021年开始，甲台湾灾难医疗队发展协会合作，举办真侪场紧急救护训练，配合个人成为第一线反应员，有急救的技能，提升社区救灾量能。3年来推广台湾13个县市偏乡，包括平湖离岛，超过2000人得到证书。郭立言表示，按照2.0计划，显示出美台伫人道援助、灾难防救方面的合作，也肯定台湾是印太地区的模范。台湾总是非常大方，愿意和其他人分享相关的经验和资源。这种民间的韧性，真的可以作为印太地区的模范。罗总统表示，面对气候变迁、天灾地变，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能力保护家己、稳定社区。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论成委员会，嘛是让国家更较有力量因应各种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到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日是搁再公布，包括财政部长、大房城市发展部长，也搁有劳工部长等等7个新的内阁人选。其中，伫咧2018年捌来访问咱台湾的前国务院官员黄之汉，是要做总统的特别助理兼首席国家安全顾问。现年44岁出身纽约广东移民家庭的黄之汉，捌伫川普第一任期担任北韩问题的特别副代表，为股市大家拢真注意关心的川金杯无后伫场微博赢。伫国务院出任东亚甲太平洋事务局副总经期间，推动落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2018年，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了后，黄之汉以副总经的身份访问台湾，出席美国商会社年饭。伊伫致辞是讲，美台关系毋是一种交易，而是侵入伫双边共同的长久的价值。美国对过去即阵到未来会一直是台湾上界紧密的朋友甲伙伴。川普日公布一连串新政府人事名单，也包含提名避险基金发言人班森特接掌美国财政部。川普伫声明中讲，班森特一向强烈主张美国优先的议程，以协助迎接美国的黄金盛世。来稳固美国为世界领先经济体、革新甲创业中心的地位，维持美金为全球独臂黑白。班森特是川普内阁头一位承认家己是同性恋的成员，甲红赛前纽约市检察官弗里曼有饲养2名的子女。伊主张税务改革甲放宽监管，特别是鼓励更加多银行贷款甲能源的生产。另外，川普也提名前职业美式卡球员托纳担任住房甲城市发展部长，是这种位置新政府名单上头一位非洲裔成员。另外，伫今年国会大选落选的奥勒冈州联邦女众议员德莫瑞被延揽出任劳工部长。公视新闻王慧本编译。镜头换来看花莲，一档一届的全国语文竞赛，昨伫咧花莲起过。头一天就比试办的读者剧场，甲英国龙头读别人写的稿是无共款。参赛者就要组团写剧本，用母语来表演，也搁要有法度随回答评判委员因问的问题。参赛者就讲，这其实是真有挑战性。足痛，往来做教室。是你家己要讨皮痛。啊，老师昨毋是就有交代讲爱穿长衫长裤啊？全国语文竞赛高中生比赛进前手提文稿赶紧练习，若讲因家己英国伫往来远的经验，毛学生以语言甲文化做题目来论述传承台语的重要性。语言是沟通的工具尔，伫生活中捡来应用就好啊，免嫌变细。无呢，无语言就无文化，毋是干那沟通尔。二三、二四2天，教育部伫咧花莲办全国语文竞赛。第一天的比赛项目是读册剧场。教育部自111年度开始试办读册剧场，予学生组团比赛，5万学生家己用母语写稿，以剧场表演的方式，予学生讲一寡较活动生活的代志。这甲英国龙头是真无共款。学生嘛表示，像安尼嘛通了解到共演的人无共的知识甲思考。像阮遐就是有往来，嘛有真济故事拢写在内底，像阮学校拍的微电影，
嘛有一寡较现代物件，像阮的剧本内底嘛有讲到 AI。就是阮头前迄堆是咧写妈祖婆，就是阮妈祖婆无遐尔了解，就听因咧讲话，阮嘛有咧学着妈祖婆有啥物物件。但是头只剧场无像龙头比赛读煞就通落台，学生表演结束以后，评判先生会针对各位内容一个一个问问题。学生讲，虽然表演的内容会使准备几若个月，不过现场的问答对因来讲才是真正的考验。学生嘛表示有伴通做伙讨论甲比赛，嘛互因更较有勇气开嘴用台语讲万项事。因为你可能一个人惊，唔敢一个人落去比赛，阮遮的同学就做伙徛伫舞台顶，安尼较有迄大家做伙迄信心安尼。今年全国基本竞赛，台湾大旗组别的突击剧场，计共是41个学生团体参与。主办单位表示，今年要是试办每年打算要专做正式的比赛项目，嘛会建议各县市学校加强教学甲训练，希望透过突击剧场带动本土基本的学习环境。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华联报道。为着要推广台语，台师大是开办予日本人来学台语的课程。由来自日本学台语已经18档的老师，用日语来教真侪伫台湾的日本人学台文、罗马字，也佮教因听讲、读写的能力等等。有的学员本身是对台语有兴趣，有的是因为工课有需求才会来学。日本人，もしくは英語で日本人。为念拼音开始到写罗马字，拢是用日本话咧学台语。因为台卡的学生是踮台湾生活的日本人，亲像这位由我扫的小姐，本身是演员，踮台湾2年多，因为欢喜爱讲台语，家己也咧做台湾文化研究，就来报名这个台语课。我的研究就是日据时代的台湾戏剧，然后最近那个台湾的当代戏剧用台语来表演越来越多。这个课吸引40个人来报名，除了演员，佫有一寡学员是来自日本，伫台湾自己系自己补习班教册的老师。因可能伫台湾嘛生活一段时间，因嘛感觉台湾话哪像真趣味，嘿，啊无大家咧笑，因拢听无吼，也是讲较深的艺术的物件，拢听无。台顶教这台语课的是来自日本教研究社会科的尤西达老师。伊自大学开始接触台湾的文化，发现台湾语言真多元，就开始学台语，到今已经18年。有关台湾的册，拢是咧讲，就是台湾民主化，即马民主化语言嘛是自由化。然后呢，既然我想要去台湾，我敢若会晓讲华语是无够。移民署统计到9月，台湾有超过16000个日本人。台师大发现这个人，则因为无晓讲台语，会减少甲台湾人交流的机会。这个设计予日本人的台语课，是台师大语文学国际化的计划之一。因希望未来通常态化举办，予更加侪有心学台语的日本人进修。记者郭文婷、君豪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8度至24度，中部地区18度至27度，南部地区19度至28度，中部地区18度至25度。外岛地区17度至2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田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